BITHK Exchange 这个手机程式 APP 叫做什么档名啊 ？BITHK 20191128 V345.APK 手机程式 APP 它的副档名就是 APK 这个我有网络制作过，我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哦。那这是怎么来的呢？Google 搜寻 BITHK Exchange， 也有人搜寻了 BIT Exchange， 比较少人搜寻 BIT Exchange 的比较多人搜寻。有看到这一行大字 BITHK 会不会是Hong Kong呢？香港吗？还在研究中啊。哦，进去，你看这个好像看股票的行情。USDT 是泰达币，有看到这一页，哦，这一页就是在中间的位置看到 Android 的，有没有看到那个图案就是手机程式 APP 啊，看到 Android 的。